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嘅爆檔案頻道，我係爆炸星。今次要爆嘅係倪匡衛斯理系列嘅超級經典神作《老貓》。一講到老貓，老粉絲即刻雞皮吉達爆晒，因為呢本書唔單止有陰森恐怖嘅氣氛，仲有成場爆炸級嘅貓狗大戰、千年老貓嘅驚天秘密、外星人逼降地球嘅悲涼故事、跨種族愛情同無私犧牲嘅大反轉。保證聽完你哋會又笑又喊又驚又起雞皮。如果你未讀過原著，我會慢慢逐層爆俾你聽。如果你係老書迷，就一齊嚟重溫呢個永不過時嘅經典啦。記得聽完即刻 like、share、訂閱，開埋小鐘仔。故事要由一個好普通但又好詭異嘅都市怪談開始。主角一開始唔係衛斯理，而係一個叫李彤嘅普通市民，住喺一棟舊式唐樓。佢成日半夜3更被樓上傳嚟嘅聲音搞到瞓唔着覺。咩聲音？叮叮當當、敲敲打打、錘子打鐵嘅聲音，好似有人喺度日夜不停整緊乜嘢精密機械咁，吵到李彤忍無可忍，成晚瞓唔好，精神都差晒。有一晚佢實在頂唔順，黑漆漆爬上樓去敲門，想同樓上鄰居理論一番，話佢知影響他人休息係唔啱嘅。門一開，出現咗一個白頭髮嘅老伯伯，成日着舊衫舊褲，面口雖然蒼老，但眼神好銳利，好有禮貌咁請李彤入嚟坐。旁邊仲有個年輕靚女，20幾歲，皮膚白到發光，頭髮長長黑黑，眼神有啲冷冰冰，但又好吸引人，好似唔食人間煙火咁。更加誇張係，廳中間瞓緊一隻黑得發亮嘅老貓，體型大到唔似地球貓，肥嘟嘟但肌肉結實。綠油油嘅眼睛一望你就覺得佢唔簡單，充滿威脅感。老伯伯好客氣咁道歉，話自己中意夜晚做手工，係一個發明家嚟。第二日話3個人一貓就突然人間蒸發，搬走晒，連聲招呼都冇打。李彤好奇心起，覺得件事好唔對路，趁單位空置，偷偷叫門入去睇下。點知一入門，嚇到佢魂飛魄散，滿地鮮血，血跡未乾。仲有副新鮮熱辣嘅貓內臟、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、腸胃、大腸、小腸，全部分開整齊擺喺度，好似剛做完專業解剖咁。血腥味衝鼻，現場仲有手術刀同醫療工具。李彤即刻報警，但警方查嚟查去都冇頭緒，冇指紋，冇證據，冇動機，案件變咗懸案，傳咗出去變成都市傳說。呢件事傳到衛斯理耳邊。大家都知衛斯理係點樣嘅人，好奇心重到病態，乜嘢怪事都中意插一手，成日話好奇殺死貓，但佢自己就係隻好奇貓。佢一聽就覺得唔簡單，特別係嗰隻黑老貓嘅描述，佢直覺話件事同貓有關，唔係普通兇殺案。於是佢開始私下調查，夜晚偷偷潛入老伯伯搬走前嘅單位，想揾線索。點知一入去，燈一開，嗰隻老黑貓竟然仲喺度。瞓喺舊位，綠眼一睇衛斯理，呢隻貓真係變態級，大到似頭小炮，動作快到你肉眼跟唔上。衛斯理未反應過嚟，貓已經一撲上前，爪子鋒利如刀，抓到佢手臂血流如注，痛到衛斯理大叫。衛斯理身手唔差，平時打架都好勁，但都險險被整親，逃出嚟已經一身傷，痛到罵娘，心諗呢隻貓絕對有古怪。衛斯理決定再試一次。唔再單打獨鬥，借咗朋友一頭超猛嘅大狗，名叫老布。呢頭狗係藏獒級，平時連獅子都敢咬，兇到爆，體型巨大，牙齒尖銳。於是就嚟到衛斯理系列最經典、最爆炸、最令人血脈奔張嘅一幕——貓狗世紀大戰。想象下，黑夜嘅舊唐樓單位入面，一頭千年老貓對一頭惡犬老布，無非血濺，爪子對牙齒。吼聲震天，聲音之大簡直係爆炸聲。老貓跳躍力變態，喺牆壁、天花板、家具之間彈來彈去，爪子一爪就撕肉落嚟。老布雖然猛，但都跟唔上節奏，試圖咬住貓，但次次撲空。兩隻動物打到天翻地覆，沙發撕爛，桌子翻倒，牆壁找到爛晒，地板血跡斑斑，現場好似戰場。老貓嘅速度同力量完全超班，老布雖然咬到貓幾口，但自己都傷痕累累。最後老布使出全力，一咬咬斷咗老貓條尾巴，老貓痛到發出尖銳嘅慘叫，聲音好似嬰兒哭又似鬼叫，跳窗逃走。
腦部都受重傷，血流滿地，差啲死翹翹。呢場戰鬥寫得太刺激，讀書時我自己都覺得心跳加速，好似親眼睇緊 3D 動作片。倪匡老師筆下嘅動作場面真係影像感爆棚。衛斯理拎咗條斷尾去化驗，結果嚇死人。呢條尾巴嘅細胞組織顯示，呢隻貓已經活咗超過1000年，千年老貓。你話恐怖唔恐怖？正常貓最多活20年，呢隻點解可以活咁耐？衛斯理即刻知道呢件事已經升級到科幻級數，唔係普通靈異或者兇殺咁簡單，背後一定有大秘密。經過一番追蹤、埋伏、推理、問人、查資料，衛斯理終於揾到老伯伯叫張老頭，靚女同老貓嘅新藏身處喺另一個舊區。佢今次唔硬來，而係用智慧接近，慢慢同張老頭聊天，送啲食物，幫手做嘢，建立信任。張老頭一開始好戒備，怕暴露，但見衛斯理唔係壞人，又幫過忙，終於肯開口爆出驚天動地嘅真相。原來呢個靚女同老貓都係外星人，佢哋來自一個好遙遠、好遙遠嘅星球。幾百年前飛船失事，迫降地球，飛船壞晒，佢哋滯留喺度，冇辦法返屋企，成日隱居避世。靚女係外星人嘅貴族，好似公主級，喺地球用人類形態生存，永遠年輕美麗。但老貓更加誇張，佢係外星高等智慧生命，佢哋星球嘅貓類生物係統治階層，擁有超強智慧、科技同壽命。佢哋有種先進技術，可以將意識即係靈魂轉移到新嘅貓身體入面。所以每當舊身體老咗或者受傷，就揾一隻新地球貓，移植核心腦部組織過去，舊身體嘅內臟就丟低。呢個就完美解釋咗點解單位會有貓內臟留低，佢哋唔係殺貓，而係換身。張老頭呢？佢係一個好可憐但又好偉大嘅地球人。年輕時偶然遇上呢兩個外星人，愛上咗靚女，決定一生保護佢哋，陪佢哋隱居。佢哋3個兩外星一地球一起生活。張老頭用自己嘅知識同雙手，日日夜夜敲敲打打，喺度製造一個叫八角器嘅裝置，可以發出特殊信號，聯絡母星求救。嗰啲半夜噪音就係佢製造零件嘅聲音。佢為咗呢個目標，犧牲咗正常生活。老貓雖然外表係貓，但智慧超高，佢完全明白人類語言，甚至可以用行動、眼神同人溝通。佢一開始攻擊衛斯理，純粹係保護主人同公主，怕暴露身份。後來衛斯理明白真相，反而好同情佢哋，覺得佢哋好孤獨，好似流落異鄉嘅難民。故事最高潮，八角器終於做好，母星真係收到信號，派飛船嚟接，但係有少少悲劇收尾。因為喺地球生活咗幾百年，佢哋已經適應咗呢度嘅生活，尤其張老頭已經老到行唔動，仲有深厚感情牽絆。靚女同老貓要走，但張老頭選擇留低，因為佢知道自己返唔到外星，仲怕拖累佢哋。臨別一刻，好催淚，老貓用最後一次意識轉移技術，留低一個化石般嘅紀念物俾衛斯理，作為感謝同永別。飛船升空，消失喺夜空。衛斯理望住星空，心情複雜，諗住外星人雖然科技先進，但都有孤獨、思鄉、犧牲嘅痛苦，同地球人無分別。哇！故事撮要講完，講到呢度我自己都覺得好刺激、好感動，特別係貓狗大戰嗰段，簡直係傳書嘅爆炸高潮。1992年仲拍過電影版《衛斯理之老貓》，李子雄演衛斯理，葉韻儀演外星靚女，龔慈恩都有份，仲請咗日本特效團隊整怪獸級老貓。雖然而家睇有啲舊同舊，但嗰陣時真係好震撼，好多人睇完都記住嗰場貓狗打鬥。講完故事，現在嚟到重頭戲，解讀分析。我哋唔單止爆表面，要挖深層層，睇倪匡老師想透過老貓傳達咩深層信息。呢本書表面恐怖，其實好多哲理。第一大主題：外星人嘅孤獨同思鄉病。呢本書同藍血人為何物貝殼好似，倪匡好中意寫外星人喺地球嘅無奈同痛苦。佢哋有家歸不得，科技再勁都敵唔過一個意外，一失事就滯留地球幾百年。靚女同老貓表面自由，但其實好似囚犯，日日等救援，等到頭髮白晒，身體老化。
你試諗下，如果你要離開屋企幾百年，唔知幾時先返到，你會點樣？會唔會同靚女一樣，慢慢適應地球生活，但心入面永遠有個空洞？倪匡自己70年代從上海移民香港，經歷過文化衝擊同思鄉，可能有感而發，寫出咗好多移民嘅心聲，放到而家香港人移民潮，都仲好有共鳴。第二，理解同溝通嘅重要。一開始衛斯理同老貓係死敵，衛斯理以為貓係妖怪或者兇手，老貓以為衛斯理係威脅，打到天翻地覆，爆炸聲震天。但後來透過對話、觀察、理解，先知大家唔係壞人，只係立場不同。現實世界都係咁，好多衝突、戰爭、誤會都係因為唔溝通。如果你一開始就用成見睇人睇事，就會錯過真相，甚至引發悲劇。倪匡用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慢啲下判斷，多啲了解對方，先有和平同和解。第三，關於生命延續同身份認同嘅哲學問題。老貓靠轉移意識活咗1000年，但每換一次身體，佢真係同一隻貓嗎？回憶、感情、個性會唔會變？有啲似佛教輪迴轉世，又似而家嘅腦機界面，意識上在，人工智能科技。倪匡喺70年代就諗到呢啲問題，真係超前時代。如果你有一日可以將意識轉移到新身體，永生，你會唔會開心？定係會覺得失去咗人性，變得冷漠，冇咗靈魂？呢個問題而家 AI 時代，生物科技討論得好熱，但倪匡早50年前已經問咗，值得我哋深思。第四，無私愛情同犧牲嘅偉大。張老頭明知靚女係外星人，仲係奉獻一生，幫佢哋做裝置，自己留喺地球孤獨終老。佢唔求回報，只想對方幸福。呢種愛好似隱形，但最深沉、最打動人心。你哋有冇試過為咗一個人付出好多，唔求對方知，或者見過身邊有人咁做？呢段感情雖然無激情，但好似老貓保護主人咁，義無反顧，令人鼻酸。第五，從娛樂角度，貓奴福利加恐怖元素。倪匡本身超中意貓，養過好多隻，寫貓寫得超生動傳神。老貓雖然恐怖、攻擊性強，但又有義氣、智慧、保護欲，保護主人到最後一刻。現實好多貓奴都會笑住話：我家主子都係咁霸道，半夜搞亂，保護欲爆棚，眼神殺。但故事又提醒我哋，動物都有佢哋嘅秘密同智慧，唔好小看佢哋。加上貓狗大戰嗰段動作場面寫得太好，爆炸聲、無非血濺、爪子牙齒交鋒，讀書時真係影像咁爆棚。倪匡老師嘅筆力真係一流。第六，時代背景同社會隱喻。呢本書寫於1970年代，當時香港剛經濟起飛，好多人移民海外，思鄉，尋找身份認同。倪匡用科幻包裝，講咗好多社會議題，移民嘅孤獨，科技嘅雙刃劍幫到人又害到人，理解不同文化嘅重要，動物權益，貓唔係寵物咁簡單。放到而家2026年睇，都仲好有共鳴，尤其 AI、移民潮、永生科技、跨種族相處討論得咁熱。第七，少少倪匡個人風格。倪匡寫衛斯理系列，好多時都帶哲理，但又唔悶，總有動作、懸疑、反轉。老貓係佢貓主題嘅代表作，之後仲有貓眼、鬼魂等等，但老貓最經典。佢寫貓咁生動，可能因為佢自己係貓奴，成日話貓係高級生命。總結嚟講，老貓唔單止係一本驚慄動作科幻小說，仲係一本有深度哲理、有感情溫度、有社會隱喻嘅作品。倪匡用一個恐怖老貓嘅故事，爆咗好多人生真相、溝通、理解、犧牲、思鄉、身份、生命意義。聽完或者讀完，你會對身邊嘅人、事，甚至你家隻貓有全新嘅睇法。可能下次你見到隻老貓，都會諗佢會唔會係外星人呢？哈哈，或者會多啲欣賞身邊嘅隱形英雄。好啦，今集爆炸聲就爆到呢度，希望你哋中意呢個加長加料版本，覺得更加刺激又有趣。如果你有自己嘅解讀，或者想我爆邊本衛斯理，例如藍血人、木炭、尋夢、爆炸、天書，又或者想聽其他倪匡神作、黃英、古龍，
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訂閱，share俾朋友一齊爆料啊！下集我哋再見，保持好奇，生活先有爆炸驚喜。記得訂閱 like and share，你哋嘅支持就我最好嘅動力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